面頰痛、額頭頂住、鼻塞到爆，你會唔會第一時間就諗我係咪鼻竇炎？要唔要抗生素？大家好，我係徐藥師，英國註冊藥劑師。今集 Pharmacy First 第3集，我會講急性鼻竇炎、面頰痛。如果你未清楚 Pharmacy First 係咩，可以先睇返我 playlist 嘅第0集。另外，我之前嘅第1集喉嚨痛同第2集耳痛，有興趣都可以睇返。鼻竇炎 sinusitis 簡單嚟講就係鼻竇入邊嘅黏膜發炎發腫，所以會出現面頰、額頭壓力感、鼻塞甚至牙痛。佢好多時係感冒病毒或者過敏反應引起，唔一定係細菌，所以唔一定需要抗生素㗎。如果你嘅症狀唔算好嚴重，可以先去藥房買成藥處理，例如係用鹽水噴鼻、洗鼻、止痛退燒藥，例如係 paracetamol。如果鼻塞好嚴重，亦都可以試下用通鼻噴劑或者口服通鼻丸。記住跟包裝指示，唔好連用太多日啊！如果你本身係鼻敏感或者花粉症，亦都可以考慮抗過敏藥。另外，如果有長期病、孕婦、小朋友用藥唔肯定，就記住先問藥劑師意見啦。如果你用咗成藥一段時間都冇改善，或者唔肯定係咪鼻竇炎，你可以先去有提供 Pharmacy First 服務嘅藥房。鼻竇炎嘅 Pharmacy First 服務一般提供俾12歲或以上嘅病人。藥劑師會按照指引評估你係可以喺藥房處理，要轉介俾 GP 定係要去急症室。如果評估後符合 Pharmacy First 嘅指定條件，藥劑師有機會按照 PGD 或者 Protocol 提供合適嘅處方藥，例如係類固醇鼻噴。如果懷疑係細菌感染，亦都可能會按 Protocol 提供抗生素。如果你有以下嘅紅旗位，就千祈唔好拖，建議用111或者盡快求醫，緊急就999或者 A&E。包括有眼周腫痛、視力問題、高燒持續、情況急速惡化、嚴重頭痛、頸硬、意識差、面部明顯腫脹、痛到頂唔順。問下大家，你想我下一集講咩？留言話我知。本影片只作醫療科普資訊，不構成個人醫療建議。如果想睇更多關於英國醫療同用藥資訊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我 YouTube Channel 上有完整嘅播放清單。有問題或者有想我拍嘅題目，留言話我知，我會盡量解答同安排。我係徐藥師，我哋下次再見。